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透过公司台语来和华视的双声道的这个频道来做伙听台语，来看一场比赛亚洲棒球锦标赛。今日是台湾对上这个韩国队，足想要好赢韩国啦吼，所以咱好好啊来看这场比赛。所以今仔日咱就好好啊来邀请所以球员安怎来好好讲这场比赛。今日是阿明、张伟明和咱的国洲老师做伙来讲这场球啦吼。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安安，大家好，Team 台湾，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啦吼！有影咱讲到伫咧中国的这场比赛内底吼，伫咧平淡的这场比赛来进行啦吼，所以咱好好来看讲这场比赛会当安怎来进行。头拄也是阿斌的这个声音嘛，传出去啦吼。歹势，咱即阵好好来讲到吼，今仔日咱排出来这个先发打输和咱的这个整个安怎做对阵？这是韩国对上咱台湾。咱今日排出来的先发投手是啥人呢？先发投手是陈木兴啦吼。咱作为这个后宫的这个球队，咱讲到今仔日同款，因要排出来这个投手是19岁。咱讲到因同款是这个双主星做金钟魂吼。陈木兴和这个金钟魂安怎来做一个比较咧？咱先请教老师啦吼。这两个先发投手点看？尤其陈木兴应该是咱真熟悉的。咱陈木兴就是咱这个特别精雕特别精雕的6位这个扑路的投手。陈木兴咱拢知伊是为日本加这个咱之前讲林胜温嘛林胜温为美国陈木兴还有一个周俊伟，是，因这是3个里外，还有另外3个是咱国内的扑路职业棒球特别精雕来。剩的野手拢是清一色，是咱国内社会人。就是咱讲这个业余的选手。咱先来看这个这个先讲的这个韩国队的这个打数啦是1番是呢小岛吕东健2番是呢赖道全东敏，3番是三垒手李泰勇，4番是呢捕手刘宪俊，5番是呢这个 center 这个邱炳俊金炳俊过来是呢 DH 林忠成，因呢7番是吴思定，8番是郑宪征，这个因呢9番是桂东明，咱看到咱的这个先发，排出来这阵容是陈木兴，这个双分，是呢这个 capture，是咱今日来做一个配搭这个部分1垒手是咱的敏柱啊，2垒手呢是咱的李一伟，3垒手是高玉伟，咱的这个小道呢是林武力今日这个伊的打线排较头前，过来是咱的这个外野手这个有这个 center 陈浩稳。还有这个蔡地如，还有咱的这个赖道是杨进如。陈木兴应该是大家若是有看讲过去这个亚青赛伊嘛是这个刀hand手啦所以今日咱要最想要赢韩国，一定会赢韩国咱今日看到咧，就是派出陈木兴来做先发啦目前是这个欧力斯名牛啊，是，就是讲 Oryx Buffaloes 伫效力这个。日本的扑路棒球队啦职业棒球队，咱也在对太平洋联盟啊，咱也讲有咧看 MLB 的是，咱即马道奇的这个亚马莫托山本优心，就是来自这个奥力斯名牛这支球队。有影咱讲到这个过去咧陈木兴选去了后，今年伫咧二军的这个表现嘛是袂歹啦所以大家望讲这个已经踏上这个扑路啊。对上的是这个 Korea 韩国队，伊嘛是派出18名的这个选手，拢是这个韩国职业棒球的这个选手啦咱就好好来应战来看这场比赛。陈木兴第一粒球是较偏低歪球。陈木兴来自台湾的古堡家乡，是，这个李瓜。2个日本，搁1个美国的，拢是古堡家乡。先来看这个高路，3垒手传向1垒，应该是无问题 ，out。用2个球随解决第一个打者吕东健刺杀第1垒。这含这个这林胜温用这个三振来解决对手，伊是用这个高路的这个方式。但是他们讲啦，因为这林胜温。对手是无共的啦，较弱淡薄啊。啦，迄个巴勒斯坦这算2队是完全无共坎的，无共顶级的球队。
先摕到一个好球。面对第二个，这个韩国队第二番的全道敏，伊是因的这个二番啦吼。咱昨晚来讲到这个球速会当好好来观察一下，因为有人讲，这个老师长嘛讲痛苦情，我速度哪有较慢一点是，因为过去咧，我嘛看陈木兴伫咧木棒联赛现场看这会当吹到150，啊，今年咧伫咧这个热身赛时阵嘛有149，咱等下观察这个数字啥物。咱昨全部感觉讲这痛苦情感觉讲速度哪会拢较慢着。对，慢10公里有哦。这敢会甲这个测速秤这倒一国制作敢有关系？可能是 Made in China。即阵目前球速咧，投手也是落后这个3粒歹球，1粒好球。面对打者是韩国队全道敏。好球！哇，无球，这个是4粒歹球，补上全道敏去哩甲1垒。这安排主审的好球区拿成有较少这粒假球无球。是。目前轮到是韩国队3番李泰勇。看当制造一个相杀的机会无？好，先摕到一粒好球。这陈木兴真少年啊，19岁。伊过去嘛是这个摕到东园国小出业的。东园国小。先来看这个，会当哇，处理起来，会有诶，也会哇，但是这个制作一个失误，互你刚才球无落真远。结果爱有咧，这是一个变向的这个相杀啦吼。虽然咱这个球落去，但是咧靠着这个手臂给稳定起来，咱是一个制动一个3上3落。有影，互咱讲到今仔日咱要好好搁甲线顶的好朋友来做伙来开讲尤其咱要搁鼓舞来咱所有这个观众朋友。咱头拄看到这局哇，有影，虽然咧险啊但是好你佳哉，好你佳哉，咱看到，好你佳哉，咱看到这个咱的民事啊甲这球处理得好势，这算是 take out 解。对 ，take out。但是手臂上可能会记一个失误无？应该袂，袂啦吼。袂记失误啦，就算头拄迄个相杀也无成的话，是嘛袂记失误啦。因为你至少有摕到一个。你也讲即个传球博传头拄即个走者有走到2垒，就记失误。是。但是伊也留伫1垒，嘿，无成，伊就则袂记失误啦。是。因为你走者头拄迄个打者骹定较紧的话，你嘛无一定会负太着伊啊。是，所以这是一个变向的3上3落啦咱嘛搁继续来邀请咱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做伙来到咱的这个线顶来收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咱讲到是阿明和这个国际老师做伙来讲这场球，这场球嘛真重要。是。因为咱这个伫咧 B 组咱即阵是摕到拢是1胜所以今仔日。若是谁个赢，咱就是分组的第1啦吼。2组A 组、B 组出2名，入比即个复赛。复赛即马采取的方式叫做超级循环赛。有影继续看到这场比赛咱即阵要轮到咱的攻击啦咱的1番是陈浩稳。2番的是潘俊武，3番是陈敏树，4番是高玉伟，5番是杨振如，6番是李奕伟，7番是林武力。这个昨讲了真好，所以排较头前淡薄8番是今担任捕手的吴尚芬
过来是高欢是蔡地如。头拄也嘛有讲到吼，因今日派出来这个投手，同款19岁是来自因韩国这棒球 LG 双子队金钟文哦，金钟文。啊，面对这个先甲看二垒团勇，一垒是一个刺杀。来啊吼，来啊过咯，来啊头家球。是。等候稳，先向刺杀。因为目前这个亚锦赛吼，咱古早讲亚洲杯啦吼，亚洲棒球锦标赛，即马过去的这个比赛较重要，是因为有决定着这个奥运的门票啦吼，而且是奥运前一冬啦，吼，咱若大家有印象吼，有一寡资深的球迷拢会记咱1983这个亚洲杯吼，亚洲锦标赛就是决定咱1984。这个洛杉矶奥运是，现在看现场啦吼，这个目前面对咱的第二番的打者潘俊武咧，哦，投手是一个好球，一个歹球，是2粒歹球哦。哦，潘俊武咧，昨嘛是，哦，讲一支3垒安打，哦，就是咱昨信号登记的时阵是讲迄支大支的，哦，嘛，互咱这个信心十足，哦。我若要靠伊啦吼，今仔日会当互开启咱台湾第一支安打。问题想要等一下啊吼，但是即阵安排也夹起来，先免急，吼，这个慢动作真清楚吼，这粒是4线吼。哇 ，Forcing Baseball， 佮互伊摕到2粒好球，即阵球速以弯来到弯球速，换主。哦，一球啊，有一摆可惜吼，破坏掉去。这球较紧一点嘛啦吼，这球啊，球底较入来应该是真有可能形成安打。无要紧，佮调整一解。哇！但是这粒去互伊调掉吼，去互金钟文哦，这个三振 High Baseball 啦吼。是。紧的悬球，吼，悬的紧球。其实这粒球嘛无讲介悬啦，有即马哪算底袂着。真吸引伊去甲攻击啦吼。即阵轮到是咱的 Captain Taiwan 陈敏树，咱的这个3番。阿树啊，哎，张马算攻了袂歹。哇，赶快较对袂着啦吼，所以这个也是 sweet。投手球速一粒好球，咱看因的这帽仔头顶吼，拢淡淡，表示咧冰淡嘛是受到风台天的影响啦，头拄也是咧落雨啦吼。一个歹球，即阵球速是2粒歹球，一个好球。哦，这个嘛是较悬啦吼，所以这个球应该阁会当等一下。啊，这阵球速来到1粒好球，3粒歹球，3歹就好。是。哇，这球射入来是一个好球，这个波角投了真水哈。目前共款哦，阮球速，看敏树会当突破一个无？哇，这个过路，但是敏树啊可能这条应该是倒步，伊敢会是自拍球？哎，哇，这敏树啊头拄啊，直接都栽落去安尼。你也拍到家己较入去场内算发鲁无啦？是。咱看这慢动作。无唔对吼，伊讲伊个倒骹吼，昨嘛是有一粒这款球啦吼，这真疼。是，这唔敢若跌到尔。所以嘛知啦吼，你看伊这倒骹，这骹目的所在有保护掉，有挂一寡护具，就可能咧拍时阵就受伤是，对，迄个位安尼掉掉。
原球数同款。哇，这个是偏内角吼，所以得到一个4粒歹球补上。这第一局后半局咧，咱同款也是有上垒。咱看到头一局，这个顶半局的时阵，是一个变向，互因一个3上3落啦吼。所以咱即阵会当有攻势开始。4番轮到的是这个高玉伟。哇，这个球打得袂歹哦，弄过这2垒下去哦，所以这阵呢，咱的这个run啊，已经来到3垒，但是这球哦无问题，应该无问题哈。哦，所以这阵呢，高玉伟这支安打帮助民事啊走向3垒。本来是1垒啦吼，是2出局啊吼，一攻出去就开始拼命走，这个巴达拢断去啊吼。哎，但是都爬过2垒只。飞过这个2垒的头壳顶啊！哎，算是咱的5望拢有听到啦吼，所以就要轮到咱的这个5番杨进如，伊嘛这个保守嘛去和伊的投手 communicate 一个，沟通一个，先画一下 time， 画一下暂停的。也少年吼，19岁。原来因这拢是甲台湾作成的吼，是，甲台湾就是讲，唔是像日本共款，日本就全部拢派社会人的，是。因无半的职业选手，啦韩国的甲咱是较相共啦吼，就是配搭啦吼，配搭一寡业余的、一寡社会人的，配一寡较少年的职业选手，是，来拖因的经验。即阵来到5番的杨进如，面对这个有打点的这个机会。面对因的先发投手金正文，第一粒是歹球，2人出局啦吼，咱的1、3垒拢有让拿。看到第一局就摕到分数无？是，应该是哇，这个那游了伤紧啦吼。这倒拍球较紧，就会走去1垒方向的界外球。是。杨进如这阵，哇，是该破坏掉去，2粒好球，1粒歹球，2个人出局。1垒是头拄啊讲安打的咱的高玉伟，伫咧3垒是头拄啊补上，这个趁一支安打来到3垒的陈敏树，咱的 Captain Taiwan， 希望伊会当走动啊这分。这粒纯粹掉的啦。是啊。这个球速130公里可能也是对投手来讲，这是应该是无法慢啦。是，这应该切作轻吼，这个轻的问题啊。真正是 Made in China。好，先甲破坏掉去。咱的进入啦吼，嘛是真黏啦吼。对啦，这2粒好球啊。是。来看这个对决，2粒好球，2粒歹球，2人出局，嘛是甲破坏掉去。到画面中有翕到咱总教练吼，咱总教练是这个大受霸凌的汤丁凯，是汤总教练。过去嘛是拍普罗的吼，是台湾大联盟开始安尼，先牵涉1垒。
对啦，这嘛是爱拿成来成来，有听这粒伊也牵涉抱团三垒咧就倒来呢，第二分啊呢。是。赶快哦，第一局后半局，两人出局。哇，这是搏斗，哇，老师真正是铁锤诶，吼，一分回来了，回来得分的是咱的这个bin数。多谢您啦哈。这敢算是一个 wild pitch，嘿，一个搏斗啦吼。嘿，这算投手投了无好啦，毋是保守神了无好。哦，你啊，保守神了无好，就是保益哈，就是 pass ball。哦，这个。安尼这分打点还算像诶。咱讲啊，这个一分的。无啦，伊这 wild pitch 无啦吼，你也讲。有诶是讲经着满垒经着4、6摆球，即个打点就算打者，选球嘿，长安尼啊，选球嘿，选了好，这就算打点。是，所以目前咱已经1-0领先咯。这球攻出去，应该是有机会伫咧盖来，刷来啦！哇，一分啊！哇，这个咱看到头拄啊，这个高玉伟吼，嘛趁机会等来个打无吼，一支2垒安打。对啦，一支落点真好吼，到伫即个倒外野的线边咯。线边，咱摕到第2分啦吼。这支安打攻了真水吼。有影。哦，这样咱真珍贵啦，因为2出局啊吼，2出局以后的安打，就是攻了真深啦吼。所以咱已经摕到咱今日第2分。因为头拄迄个搏斗，高玉伟就徛去咧2垒嘛，是。啊，徛去2垒，你2出局攻出安打，基本上这分拢摕到啦。是。啊，即阵因的教练过起来沟通一下，可能有要做一寡手臂的替换。好，有影，球已经交互另外选手。你即摆要换投手是毋是？是，所以这个投无一局啦吼，就去用换落来。投算0.2局啦吼。是。我来讲0.2局，啊0.3局就是1局啊啦。嘿，就是1/3、1/3吼。啊，这阵换起来了吼。头拄啊去用换落是因头拄啊19岁 LG 双子队的金钟文吼，即阵换起来是因第61号的这个选手。同样咱今日第1局咧，吼虽然前两番吼，一个是刺杀，一个向三振，但是敏数也靠这个4摆球，吼，啊，搁一个搏斗，吼，先登来1分，啊，搁高玉伟这个安打啦，吼，搁尤进入。所以咱即阵2分领先，因这个甲土，伊就落过落雨啦，啊落雨你会较淡嘛，会较淡你这顶仔下吼，伊顶仔下有当去夹着红头啦，是，已经甲降掉啦，惊会骨啦。伊咱是安怎穿顶仔下？顶仔下就是想办法。会去夹打伫土内嘛吼，夹较掉的。啊，你若讲有去掉土吼，有当你就夹较袂掉。趁即个投手当换起来吼，还袂烧吼。第1粒，毋是加浪贵啊。应该有可能嘛是一起来控球也袂稳的啊。是，即轮到是咱的6番李奕伟。咱的总教练过来沟通一下。哦，27号，咱的总的啦吼，含安排啊。这啊总的吼，日语是叫做监督区。监督。哦，啊，你也一般伫美国吼，因叫做 manager，manager 其实你也直接翻应该是经理啦。是。哦，但是因为台湾过去这棒球队吼，我哪有经理这个职位啦。其实经理较是属于这个管理的啦。哦。毋是作战的。是。啊，咱台湾是一贯叫做总教练啦。啊，其实你也伫总教练啊，伫美国因有一种总教练是叫做 head coach。是。目前比赛。过转来，已
因为第二任投手，哇，这球甲攻出去，自己安打无问题，快当走动啊无？哇，先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哇，袂歹袂歹，咱小连续3支安打吼，李威，咱4、5、6分拢总出现安打，尤其攻出来吼，这个断人意外，这是因的第2任的这个投手。这球有影是讲第1球，嘿对，趁伊还未全烧的时阵，就先互伊。 烧了也无够，哎，这唔通走的，这唔通走的，伊手欠你哎，攻击吼，短短的尔，这倒外啊手随接到球啦，这倒来算自杀啦，这唔通走啊。为个即阵呢，吼，咱的攻势再起，是，一三垒有人拿，这棒球是第3个出局数无3星进前吼，无限的可能啦。有影，这个一垒是李一伟。 这个3垒是杨进如，这阵轮到是7番，昨嘛是真好的表现的林武力，哦，昨伊是拍9番的吼，今仔日刷来到7番，小道，哎，小道，手，希望呢，这局有影当作巴力斯坦来拍，无啦是无可能，无可能是巴勒斯坦啦，这级数差伤多啊啦。是，坦白讲啦吼。哎呦，这是 hit by pitch。嘿，好，伊认为伊主审认为伊无闪啦，伊认为伊讲伊手吼，你也按照规则来讲是爱有闪的动作，啊，主审认为伊无闪，伊甲迄支手摕起来弄着球啦，咱甲看一件，哦。 哦，主审认为伊无闪，伊家伊的倒手吼，手翘遐去摸着球啦。哦，对啦。无这应该是，你按来讲，就是一粒歹球。哦，嘿，就是一粒歹球，无算迄个。照规则啦吼，照规则来讲，就是讲这个 hit by pitch， 是你打者你要有闪的动作。嗯。啊，伊这主审认为伊无闪，伊可用这个手翘调工去摸着球，嘿。哦，所以这嘿，就算歹球呢。就算歹球，嘿。 目前呢，这林武力吼，佮调整一遍，但是咱嘛看到这个投手起来，应该是还无在啦，吼，咱当把握者。两粒歹球。嗯。先牵制一垒。好，咱目前呢，这个第1局已经摕到2分。好，咱啊加体几分啦吼，但目前就加做好投的。是。 通过牵制一垒的这个方向，不要紧啦，我认为伊安尼分心吼，是对咱有较好无较歹啦。嗯。所以走者伫垒上吼，爱造成对这个投手的威胁啊。是。这个互伊摕到一粒好球，目前球数是2粒歹球，2摆1好。你就是无影要走，你嘛爱互对手认为你有可能会投垒。 加影这嘛是战术战略一部分吼。哦，咱这个看到韩国队第1任投手、第2任投手拢姓金，哦，咱看，这应该是一个战术。是，本地一垒要走吼。已经走啊，已经起跑，这应该是战术啦吼。是。一个打炮吼，咱讲 hit and run。 拍挂走啦，拍挂走其实毋是先拍甲走，拍挂走一定是拢先走啦吼。拍挂走，走挂拍这拢是先走。是。啊，差别就是讲腿啊有一定爱出无。哦。啊，你也讲打炮吼，拍挂走，捌打一定爱出。啊，走拍哦，跑打这个战术，捌打歹球会使免拍。所以咱过来看台湾是毋是够有战术？ 突突，这阵打球7番，哦，这个满球数，同样这个换起来第2名投手其实也咧找伊的骹手较好势，也会稳的啦吼。啊，即马满球数吼，2出局对咱真有利。这投手一投吼，一垒的走者就会使走啊。一垒的走者就会使起跑啊吼。这个大对决啊吼。 林武力，这个是一个歹球，所以这阵来到弯垒。咱第1局真正有真好的这个攻势吼。
咱看到讲吼，小连续2个出局数了后咧，4粒歹球连续3个吼3支安打，啊，搁即阵林武力吼，因为即个4粒歹球补上去甲一垒，即阵咱是第一局有一个满垒真好的局面，来到是咱的捕手吴尚芬8分吼，第8棒。所以咱希望啦吼，会当搁看到今仔日一番搁伫咧第一局，哦，就含咱见面啦吼。还想办法搁摕分数吼。是。看法度第一局就摕一个大局无。嗯。第二球是讲出嚟解决，一个好球。一般咱若讲一局我都摕3分以上，就算叫做大局啊。是。啊，即马2分，吼，咱搁头毛嘛搁摕1分啦，吼。哎，尤其满垒的局面哦。这粒应该出去啊！这是吴尚芬这支冲出去安打，有可能2分哦，有可能2分哦，2分应该是 safe， 无问题。吴尚芬这支一垒安打2分的打点不精呢，好，咱台湾是4-0的领先咯。哦，这支国位中线吼，非常的水啊，有够水的水。敢若投手有机会守备尔啦。嗯。投手啊，查无到，这球就过去到中外啊，过去到圣达哈。哎，目前咱是4-0的领先哦。这个吴尚芬吼，昨伊是伫咧咱的这个第5局、第6局才起来，啊，今日伊做先发的这个捕手，即阵就为咱伫咧满垒的这个局面之下，哦，讲出了这个2分打点的一垒安打。我认为上主要就是这个第2任的投手吼，我感觉伊嘛袂，应该韩国队嘛无想会到讲第一局就爱换投手啊啦。尤其伫咧这个局面，有可能伫牛条内面啊烧了无够吼，什么叫做牛条咧？就是补片、牛棚啦吼，牛棚台语叫做牛条啦。牛条不是内面牛条内面搭牛无哦，牛条内面是咧练豆的哦，咧烧的啦吼，咧 warm up 一下。所以目前咧来到咱的这交换蔡地如，第一局就拍到1轮啦，拍1轮啊。所以咱这个专业有的这个选手，算是。嘛是有真正普罗的顶级啦吼。是。当然啦，我敢讲这相对的对手啦吼，因这韩国队伊投手的顶级吼，加这个12强啊是 WBC 吼经典赛这种的还是无共啦。啊，是有一坎的差距。是是。啊，目前咧，哇，这个同款吼换起来，这个61号。哦，金正文先生，这61号，我迄过去我会记，伫这个道奇61号，这个韩国的61号，这个传奇呀。哦，所以目前咧，球数也是咱打正领先啦吼。哇，这是搁一个补上哦，真正咱搁看到，咱的一番要来出现啦。应该3粒歹球啊，咁已经补上哈，补上哈。所以这个佫是一个满垒的局面，这是第一局尔，观众朋友。咱咧讲的，我之前咧讲道奇这个61号是迄个朴江后朴朴赞浩啦。哦。再加 normal 加这个野茂英雄。是。哦，野茂英雄，古早2个，一个日本，一个韩国，哦，拢伫道奇。哎呦！哦，跌掉啊！hit by pitch， 这个真正是 hit by pitch 啊吼，所以这个探到这个 hit by pitch， 咱个得到1分，这算跌到打者啦吼。hit by pitch 就是打者 kill 这个球跌掉啦 ，hit by pitch。哦，啊，咱华语叫做触身球。触身球。啊，无一定爱触身啦吼，触衣服嘛会使啦，衫嘛会使啦，帽啊嘛会使啦。所以这阵咱已经5-0。4支安打，所以咱今日4支安打出现伫咱4番、5番、6番，也佫有8番的吴尚芬哦。啊，咱今日因为这个 hit by pitch 嘛，佫摕到1分。哇，佫换一个投手啊！是啊。
所以这个第一局了，哦，这嘛是真罕咧看的啦吼。咱对着韩国队，我都讲伫第一局吼，而且这5分全部拢是2出局以后摕到。是，咱头拄讲的出局数就是1分2分，陈浩允和潘俊武。啊，有影头拄换起来，这个第2任的选手是一个人数拢无解决。是，这韩国队，吼，可能真正是选手来讲啦吼，尤其投手可能嘛少年。对啦，拢少年，拢也是，因为这讲。之前有讲过吼，这个比赛坦白讲啦，并不是遐重要啦。是。哦，古早是因为有关系到这个奥运的门票吼，所以咱也知影讲1983就是拍1984洛杉矶，是。哦，1987就是拍这个古早叫做汉城吼，尾啊叫做首尔奥运。是。哦，咱1991就是拍这个1992的巴塞隆纳奥运，哦，迄个咱摕到银牌。1995哦，就是拍这个 Atlanta 哦，门票，但是迄个咱无摕到。哦，1996咱无摕到，啊，1999迄件足无彩，迄件咱嘛是差1分输予日本，所以咱这个哦，这个雪个澳洲啦吼，雪梨奥运咱嘛无法度，咱是一直到2003拍败韩国，哦，咱参加这个阿典的奥运。是。啊，过来是北京，哎，你东京咱就是咱就无参加。哦，东京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啦吼，无咱迄回也是有机会去。是。就轮到咱的这个二番潘俊武，面对的是韩国队第3任投手。叫做朴正明啊吼。这嘛是因真世上的姓啦。对啦，因大姓啦哈，这就咱台湾的这个陈林啦，陈林礼啦，这咱台湾的大姓。是。啊，面对第3哦，刚款是一个 hit by pitch。哇，这你甲看，规组拢乱去啊啦。这因的总教练嘛是真不可思议的这个表情。第1局哦，但是咱嘛爱提醒咱台湾队啦吼，面对这个若是大比分的领先的时阵，咱的爱有的心态是啥物？吼，应该嘛是表现得出来。家己的工课做好啦，主要家己的工课做好。这是咱讲到的，即阵已经是第12个人数，咱的名数啊。咱摕到头1分呢。我是也看这个比赛起来吼，咱看法度搁加体几分啦吼。是。哦，因为我都甲韩国考倒吼，哦，这对咱的士气吼，不管什么款的比赛，这对咱台湾人的士气有真大的提升啦。是的。啊，这球先来看3垒手安怎处理，传向1垒应该是无问题啦吼。但是咱伫咧第1局哦，都摕到6分，6比0领先。哇，有影这局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局啦吼，靠着咱的这个陈敏树开始2出局了后，咱的好戏才开始啦吼，所以咱讲到有影陈敏树了后，高玉伟、杨振如、李益伟还有林武力一个4粒摆球了后，5双分还有一个伊瑞安打2分打点，过来就是这个换起来投手其实拢无法度解决咱台湾队啦吼，所以咱看着讲伫咧蔡地如啦。还有这陈浩允，还有潘俊武，拢是 hit by pitch， 而且迄拢是差足济安尼。所以咱嘛看到咱线顶的好朋友，即阵有偌济人咧。话一下声，互阿明甲国柱老师知影，恁伫咧线顶一下。啦，这无法度啦吼，因为线顶就无画面吼。线顶的朋友，恁通切咱的网络加花絮啦，做伙看。花絮有画面，12频道是12嘛吼。是12。啊，你嘛用花絮嘛用透过嘛会使切这个副声道嘛，是听我都听到咱的声音啦吼。这就是咱这回主打咱的这个主声道、副声道、双声道的啦吼。是。
棒球采取这个2声刀。哇，有影吼，欢迎继续登来到这个大韩大战，吼，大韩大战伫第一局，吼，真正战到有出头，吼，咱台湾队咧伫咧第一局后半局，吼，得到6分。这队友就帮陈木兴吼，是拍落来6分，互你做本啊。哎，哦，咱头真放心啊投啊啦。是，吼，比较起来，咱头拄啊看到韩国队是3上3落啦，吼。啊，同款陈木兴伫咧第二局，佫互伊3上3落，好球入来。这2天的比赛，我是较希望讲，看我都打电话去中国吼，讲拜托的恁咧情形调整一下啦。无咱是看着真艰苦吼。是，咱甲这段加起来，哦，这无定有几名选手是伊这个 career 的球速是这场比赛破表对，破表的上低，哈。伫伊个表内底是上低呢。当迄个因迄个3级棒球的时阵安尼的水准。对啦，这你嘛是爱配合这个速度吼，咱来看会更较清楚啦。尤其有一寡球证吼，咱来配合伊的速度，咱够到分辨。目前呢，哦，你看陈木兴这球速测出来是131公里。131公里，这种拢是变化球啦。啊，你若讲真明显就是 Facebook， 就是快速球，无啥可能啊。照因这种扑到顶级的，无啥可能是80以下啦。有影。这个变化球讲出去，先看有法度处理无，哇是落去一支安打。韩国队呢，伫咧因的这个4番刘宪俊，哦，伫陈木兴的手里讲出一支安打。这个变化球那种有较悬一点，吼，投了较悬一点嘛，叫带着吼，叫抓着。无紧，啊，咱头拄仔嘛看到讲。其实投手以外，吼，所有的球员伫咧球场顶，拢是你上好的朋友。对啦，过来有可能投手好朋友会出现。是，投手上好的朋友是啥物？相杀，哎，double play， 哦，投了真好啦吼。咱陈木兴呢，第一粒球就摕到好球，面对的是因的这个5番。这条是较悬的，陈木兴应该是台北市东园国小，是啊，这个中安国中，哦，中安国中啊，这个国宝家乡是，啊，就去日本啊，这个奥利克斯 Buffaloes， 破坏掉的，这个奥利斯啦，哈，奥利斯即马这主场哈，主场伫这个台版奥萨卡，老师嘛，这个所有球场拢。差不多要行透透。无啦，美国的较有啦，美国的较无法度啦，美国有30个啦。哦，这是我的心愿啦。你的心愿安尼吼。啊，这个目前咧，陈木兴球速领先，看会当便当，食一个便当。哇，这个更较悬一丝。我记得陈木兴咧，伫咧高中吼是二刀流的这个选手吼是。这个挂讲较济啦吼，但是尾手咧，伊咧木棒联赛吼，上尾迄场比赛来做先攻，啊尾来做救援，哎，做 closer， 这球来，哇，高雄攻一安打哈，争出去，这球啦，争出这个1-2的防区，是，所以伫咧第2局顶半局咧连续2支安打，互因的4番5番，哦，分别徛伫咧1、2垒。讲出安打是的5番金炳俊，这是也免烦恼啦，因为这安打拢是算第一集的啦，吼，毋是长打啦，但是哦，小可稳定一下。即阵咱的姜建民，哦，投手教练共款甲伊沟通一下，哦，共款啊红头，哦，这个湿淡的关系，可能影响伊的骹步。对，迄会较骨啦，吼，你爱甲吐啊掉啦。吐啊掉吼，主要甲迄个红头掉伫顶仔顶头甲吐啊掉。是，互咱看吼，咱有画面的，有画面连看到画面啦吼，看到即个教练吼，即个姜建明较早咱也有印象，就是捌伫日本吼
这个东京麒麟。是。目前做完调整，面对的是韩国队今日的 DH 6番林宗成，指定打击。是。这个一二垒的，咱若是因的4番5番，拢是靠着一垒安打去哩甲垒包。这陈木兴伫去年同紧的球速，捌来到152公里啊。是是。来，即马这个正拍吼，就是有法度来形成一个相杀啦吼。6分做本，其实嘛无必要伤谨慎啦，我认为啦吼。吼，所谓伤谨慎，就是讲球面一定投了伤闪啦。正面甲对决无问题啦，这条佫摕到一个好球。这变化球真水吼，走去外角。嘛，这保守暗号比咧，因为二垒有人吼，所以因这个三印吼，这暗号爱加垒上无人的暗号会无共啊。水啦，这球佫摕到一个好球。这个紧慢之间嘛，会做一个变化哦。是。这条真清楚，看这出手哦，应该是一条骨球啦。slider， slider， 还是 slider， 华语叫做滑球。滑球。你看伊出手吼，你能这慢动作出手，你能看讲这条是虾米款的球种？是。两个好球，一个歹球，打过来。哇，这是一个。不要紧，不要紧，伊有人。F 尾，哎呀！因为他一直都有人啦吼，所以虽然老去无不死的三振，但是这爱算记一个搏斗，这是一个搏斗啦吼。搏斗到这个一二垒的走者吼，走去到2、3垒。2、3垒。无紧无紧，咱搁稳一下，先抓，已经先抓到一个出局数啊吼。这有当就是垒上有人吼，你的 out pitch 吼，你的 out pitch 就是你的致命武器吼。是。你有当变化伤大，保守也挡袂掉，到这个风险伫的。这阵轮到是呢7番。咱即马来看讲吼，看这个陈木兴要来甲压制。是。伊心肝头一直若想讲，我要安那伫这个2、3垒后的状况。内面我安那保持无失分啦，是是。当然有当该摕该互人的互人嘛，不要紧啦吼。因咱即马有6分的领先嘿，是。这球，咱互咱的这个外野来处理起来。用外野前来应该走袂对。无走啦，无走啦。对。哦，因为够了无够远啦。是。即马2出局啊吼。所以这嘛是陈木兴伊的这成功的投球，这个投了真成功哦。就是互伊这个直着安尼行啦吼。讲袂远啦吼，讲袂远，讲袂远，3垒的这个走者就无机会通倒来形成一个高飞牺牲打。是，所以目前咧，2个人出局。是，所以咱头仔讲吼，就是讲看法度无失分，无失分。就是来到的是呢，这8番郑宪宗，全身离体啦吼。有影。犀利哦，即马3垒有人吼。这保守是今日这个5上分。当然啦，因这无共队伍的吼，所以这个麦地里吼，咱讲麦地里的投手吼，这个配搭，投捕配搭啦吼 ，battery 头部搭档啦吼，因为咱这个较无熟悉啦。这个先外角去吼5上分是合作金库的。是。嘛是老班的啊，迄个1992年出的，即马啦33岁啦，算老将啊啦。是。你讲嘛33岁，陈木兴19岁，两个差14岁。这算先败啦吼。我想我嘛是有经验的选手啊吼，嘛参加过几啊届亚锦赛。
这是偏外角。是无要紧啦，因为一直也空的啦吼。还佫有真侪这作战的空间。是啦，是啦，系啦。所以目前虽然是3粒歹球，但是咱也佫有一个空间伫个一垒。毕竟伊是倒拍啦吼，伊这本来就是正投较歹应付倒拍。是。哇！要紧吼，这是调皮工啊！4粒歹球补上，这个补上因为这个8分。啊，过来轮到马番车啊，是第9番啊，因为桂东浩。这场比赛进前，我本来是真希望下面去学一下韩语，我是真想要听伊用韩文哦，韩文来念这选手的名啦。咱明年这个经典赛啊，咱一定会搁上会啦吼。是，咱迄当阵会去日本东京，搁要去美国。是。先来日本啦吼，这个东京巨蛋。是。所以一个好球，但目前来面对因的9番桂东浩，这拢是真好吼，累积经验哦的机会，是爱好啊把握。有影。两个人做叫满垒的局面，是一条较低的歹球，但目前嘛做一个调整啦吼。过去咱讲伫咧亚青赛时阵嘛是对韩国嘛是有真好的表现，是，甲伊这个水准佫摕出来，解决这局。好球啦，无问题。这是伊的水准吼。啊，这真明显吼，咱看到这个四线吼，4 线 Facebook 是4条线吼，咱若看到伊这。球争头啊，地球的位置，咱就知讲这粒球是啥物球种。搁差一粒好球，来 breaking ball， 水啦！啊，压起来，三振，变化球啊，对啊，哇，一粒紧的一粒慢的，有影吼，这个韩国队留下一个满垒的三垒啦。水哦，水哦，观众朋友，这阵赶快我甲广告一下咱伫个公司台去在线顶的好朋友，除了咱线顶的咱收看了后，你要看影，就是看阿明甲国际老师网络，咱嘛会当看到倒位，看到花絮听咱的这个声音，转这个副声道是，伊声道你用迄个 switch 你用切换。两边拢爱支持一下啦吼，是啦是啦，尤其这个台语会当伫搁较主流的这个频道内底听到台语，真正无简单，所以拢是爱支持。咱网络顶的好朋友，咱这个嘛好好甲咱斗推测一下，伫咧网络顶甲这个网链link 分享出去，有影咱看到今日台湾的这个表现这个咱应该逐局拢有强势，攻势啦5局。15分，5局15分是较恶啦，可能啦。咱是讲看法度7局吼，7局10分，7局10分结束。因为我今仔因也有一个好朋友生日吼，我全部都爱去爱赶去，所以我希望较早结束。是，今仔咱这个制作单位嘛真好势，甲咱便当传这个泡菜，所以咱已经食 kimchi 食泡菜所以咱今日一定会大赢。哇，有影继续咱来看到头拄啊第2局的这个顶半局啦咱来化解一个满垒的这个危机这嘛是单目前应该有的实力啦最后这个 K 送互因有影真正是今仔日会当好好甲伊这个投出来另外一个代表作啦是亚青甲即阵的这个亚洲棒球锦标赛亚青赛成人组的啦这大人组的。所以轮到的各位是，那么希望我之前定来讲的看棒球学台语，听台语，捌棒球是。你也讲有足侪术语足侪 term， 唔知讲台语要安那要安那来表达的
也透过咱的转播吼，你就会知影讲一寡术语要安怎讲。是，这个是foul ball，高耀伟咧，目前是2粒好球，球速落后。因为咱这个阿明英语较好，所以伊讲 foul ball 啊，其实咱伫台湾传统的会讲 foul ball，foul ball 就是界外球，哎，哦，华语叫做界外球。界外球，四声都来，四声都过来啊哈。是，哦，这球共款迄个方向，先甲破坏掉。全台湾要棒球四声刀，我哪找无几口罩。伫遮第一口罩。啊，有影咱这个台语台当安尼来播出，真正无简单啦吼，所以咱当继续来听台语，吼，听咱的棒球。哦，这球讲了，到去哎呀，伤嗔啦。交的，但是，哎呦，这个没有啦哈。这个是一个刺杀高耀伟宏刺杀伫咧一垒，零嘛哈，零嘛，差一点啊。这球算用交的吼。伊这算讲要拍伊的变化，伊的假球啦哈，假球伊甲交起来，但是无够远啦哈。这个这个离垒的动作啊真水，确实无毋对，咱透过这慢动作吼，是真清楚吼，球身教。但是高耀伟算真拼啦吼。是。即阵来到是咱的这个5番杨进如，昨暗啦吼，也是巴基斯坦、巴力斯坦，因的国球是这个板球，所以 cricket， 有的选手是自板球安尼选出来。对啦。其实棒球就是为板球演变来啦。演变来吼，所以因也是有一寡演员伫咧。是。因这英国啦吼，这 cricket 是为英国。哦，你也讲这个较早英国的殖民地啦吼，也是讲这个大英国协的国家拢拍这个 cricket。是。巴基斯坦啦，巴力斯坦敢有？巴基斯坦啦吼，巴基斯坦啦，你讲印度啦，巴基斯坦啦，对，这种的吼，你包括讲澳洲啦，哦，因这拢有迄个 cricket， 拢有这个传统的。目前这个投手球速领先，杨进如的打击，哇，这是去用三振。这是因换起来第3任投手啦吼。这有可能的，在哪咧讲？敢若第这条你看，这条是咱咧讲的，看起来哪像是一个变速球。变速球，前脚。这阵轮到是咱的6番。今仔咱6番的李一伟，有一个一垒安打。头拄伊迄个变速球的地法吼，迄球的地法佫有淡薄仔像马叉。哦。马叉咱就是讲 fork 吼，还是讲 splitter 吼，指叉啦。还是叉子。是。哇，这个去甲捉拍。肉叉吼，咱肉叉就是肉叉啦。咱的华语就是肉叉啦。是。迄切肉的吼。两个人出局，李伟，这是一个歹球。这球攻出去，来，小岛传勇一垒，哇，这嘛是球先高。慢慢投了真水哈。伫咧咱的第2局后半局，咱无得到任何分数，3上3落。哇！伫咧第2局的这个后半局，这个咱的4、5、6番咱的中心打线开始，一个刺杀，一个三振，还佫一个过路。伊这有可能就是讲投手开始回稳啦。第1局无稳，所以咱第1局有法度2出局，趁因投手袂稳吼，是摕6分非常的无简单。有影。或者咱看到足侪比赛拢打开始，第1局投手袂稳失分，过来就点伊啊，过来双方点积极啊，可能一直到这个球赛尾节，较来发生代志。是，咱看是咩安尼啦吼。赶快是单目型所以今仔日咧，伊的这个
表现啦吼，伫咧第二局会当化解一个危机。同款配搭的这个保手，哦是5上分。哦，但目前呢，今仔日哦是红讲2支安打，哦投出2个，啊是来歪球补上。但目前头拄讲出2支安打吼，这无简单，就是讲伊第2局开局的孙强讲2支啊，是，伊甲收掉的。有影。哦，伊都2支安打，啊先来一个三振。是。啊。啊，过来一个这个中外啊，这个 fly ball 是，无够深，无够深啦，无够深。咱继续登来到咱这场台湾对战韩国这场比赛，目前比赛要入来到咱的第3局的这顶半局，来到韩国的这个攻击，吼，由原是咱的陈慕雄要来做投手啦，吼。咱头拄有看到讲第2局会当化解一个大危机，吼，算是。会当互伊信心大满足起来吼。啊，有影头拄仔老师嘛有讲着吼，伊伫咧2局强攻2支安打咧。是，第2局系开局的顺序，拢无。先来看这球外国冲出去，啊，这是二垒和速度这方向，中远方向冲出去的一垒安打。这局爱较细腻一点嘛，就是讲，即马打击已经轮第2轮啊啦。是。哦，第2轮就讲啊，第2轮伊会较熟啊啦。哎，点啊适应陈慕雄的这个。球路，所以这第2轮爱较细腻一点嘛，吼。咩啊？目前头拄仔讲的迄支咧，是因的这个一番吕东健吼。哦，因为落雨的关系吼，这个罗森这个指骨粉吼，会较容易打迷。哎，来到因的这个二番传统米，目前咱也是6分的领先。但目前面对2番吼，第1粒球是歹球。看我倒来，这做一个相杀无吼。是，投手上好的朋友。万军啊要甲伊影响一下呢。这比例尔啦，伊即马差6分啦，无啥可能会采取这种牺牲。哦，这个一个 breaking ball 吼。嗯。这是一个foul ball，界外球，目前球速，但目前来领先。两个好球，一个歹球。伊的资料吼，除了这个 Facebook 快速球吼，是有这个敲球吼，咱讲这个卡曲球啦吼 ，curve。来，向上来啊，向上来啊！传向二垒，再传向一垒。out，向上啦，无问题。我算讲了标准了哈。哦，有影，今日老师自迄个第1局开始就，迄个金锤就开始啊呢。有影吼，所以咱讲哇，这个手臂是投手上好的好朋友啦哈。6-4-3啦，传向二垒，再传向一垒，double play，无问题。6-4-3啦哈，咱传到4，啊传到3啦。哇，咱嘛看到陈敏树啊，伊骹开了有够开的开啦吼。目前呢，来到第2局，哦，第3局啦吼，即阵要轮到因的第3番。哇，这粒球嘛是吸引伊来去足球。啊，除了陈慕雄吼，伊这个除了这个卡姆，啊，咱头头讲吼，有这个 slider 吼，是，这个国球吼 ，slider 滑球。哇，这条球嘛是有水。啊，搁伊嘛，陈慕雄嘛有这个马叉啦吼，咱讲这个 splitter 哈 ，splitter 直插球。好酷！先来看这球，来，投手先传向一垒，应该是无问题。3出局，哇，这是一个变向的3上3落，台湾队也是6-0领先。哦，水啦，咱线顶好朋友，同款来看到这局啦吼，虽然陈慕雄呢先锋讲一支安打，但是哦，投手上好朋友上杀达就出现了。啊，过来咧第3出局数是伊家己，哦，就这个投手帮家己来处理这球传向一垒，哦，完成3个人数啊，吼。所以虽然这个3局红讲3支安打，表现起来哦也是水准以上啊，吼。
目前拢爱甲因锁掉啊吼，嗯，按封锁掉咧吼，有影，无失任何分数。是。来，咱搁继续来看，应该是无换投手啦吼，共款是这个朴正明吼，继续来投球，是因的第3任的这个投手，吼，第3任的这个投手换起来了后咧，啊，目前是无互咱讲出任何这安打，但是咱想要伫第3局下半局，该突破一个。好，那么继续来邀请咱所有的这个乡亲好朋友，除了公司台语台会当收看哦，咱的比赛，花式嘛是会当来看哦。欢迎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花式的双声道台语声道的这部分，继续来欣赏台湾韩国这场比赛。目前台湾队也是6-0的领先。这阵来到第3局的这个后半局，林武力7分哈。今日林武力咧是这个4粒白球用补上，去哩个1垒摕到分数啦哈。6分，其中有1分是伊拿到本垒棒的啦。目前咧，这个第3任因的这个投手啦，朴正明球速落后，林武力看当来一支安打无？这球较悬的嘛，是个喊出去安尼，大力个喊出去安尼，结果切到球皮啦，后边形成一个法律宝，形成一个啊本垒后壁的界外球。是，一条。会使算一个，会使算一个哈。后摆投了伤顺啦吼，像咱第2局就是投了伤顺吼，3球3落。嗯。林武力面对因的第3任投手，3粒白球，1个好球，顺球，吼，这个出手了后，拍到这个右外野，较悬一点嘛啦。是。去红线边接杀，是形成一个人数凹度。过来要轮到是咱的捕手吴尚芬。这球即马可惜吼，其实这球投手即点仔失投了较悬吼，是，但是伊嘛掌握了无好啦吼，我拍了伤悬。是。过来是咱的八番。第8棒是讲第8棒，哎，后影吼，上分啊，今仔日受这个2分的打点哦，迄支1垒安打，这讲为中线吼，咱都有看到。哇！头拄5上分吼，第1局迄支安打算价值连城啦，因为本来2-0，是，吼，迄支安打攻去，都开去，都变4-0。因为我甲2-0甲4-0是差不多的。气氛完全无共款吼。有影是，咱个讲是这个买翻册啦吼。是。啊，佫会当讲了遮尔好势安尼。啊，就是因有即支，哦，得2分的打点较高，后壁都连带佫摕到第5分、第6分。是。就尾来，因这投手无稳定，4粒摆球，佫2个 hit by pitch。哎。佮三个黑人甲咱跌，当然啦，绝对毋是故意的啦，满队吼，满队跌到人就是送分啊。伊嘛是清白的无愿意吼。来看这球，讲出去，同款是右外野中外野，掉空，哇！同款是右外野手甲接起来，哇！这有较悬一点嘛吼，这点啊角度较平一点嘛，应该就是掉空。是，伫这个中外啊，佮正外啊，中这个空吼，这个佮一支长打啦，有较悬一点嘛吼，有较悬一线吼。不是过来连续2球拢讲去哩外野啦吼。是。过来是轮到这个咱的9番。哦，这2局，这局的这2个出局数拢是右外野。右外野手甲伊接起来，
买使讲是正外野啦，哈，哎，右外野正外野啦。啊，咱讲即个 right fielder 啊赖斗， ，right 道哈嘿，right 道这是日语啦，是，咱华语叫做右外野啦。哇，这阿明可能唔知啦，哎阮即个年代吼，古早即个盛大吼，是即个中外野手吼，其实同早阮是台湾迄阵是叫日语迄阵吼，叫做中间手啦，中间手，嘿，中中间间手，中间手坚强的坚呐，哦毋是是房间的间啦，是哈毋是房间的间呐，是坚强的坚呐哦，中间手啦，伊就坚强坚呐，嘿，哦，中间呐，嘿。保女也甲秀起来嗯，坚强的意思就对了。哇！但是这个是去用三振，伫咧第三局的后半局咧，咱嘛是吼一个三上三落，无搁得到任何分数，但是分数6-0领先。哇！有影吼，这场比赛吼，这个咱第一局摕到6分了后，咱即阵咧吼连续2局是3上3落，咱来寻求咱的另外一个突破啦吼。啊，咱嘛爱观察的是咱的这个第4局开始，敢是吼这个单木型来去做投球。啊，咱线顶的好朋友继续邀请大家做伙来咱的老围区吼，豆研区，老围区吼。哦，讲哦，大家听，加油这里，加油这里，哦，咱听台湾，听台湾，哎，听台湾哈，哎，听台湾，啊，台老师，湾加油！老师，等下嘛会当介绍，今仔日咱昨无介绍咱穿的衫啦吼，老师穿的哎，真正是来自 DC 哎，这个是国民队啊，伫国民队啦，伫 DC 吼，伫华盛顿的这个台湾队的球衣、球衫啦吼，这我一个伫这个 DC 的好朋友吼，伊特别为美国炸倒来送我。哦，咱嘛欢迎大家岛内咱的衫啦吼。啊，这个咱的球衫其实这个 MLB 足侪球队拢有台湾这个活是动，台湾的活动。这嘛是咱一个外交的这个展现啦吼。我会记阿明嘛有送我一领是妹子的嘛，哎妹子的，妹子的，哦，妹子较可惜，即阵无咧办台湾日。应该嘛是会啦吼，妹子这个纽约，哎。嘿。欢迎继续登来到咱这场台韩之战，要来到咱的第4局顶半局。哦，咱看到同款，咱的 pitcher， 咱的投手咧，也是咱的单木型啦吼。后影头拄啊，咱看到讲化解危机，拢真好的表现。哦，第1局还佫有投拄者。伊目前的用球数应该嘛袂讲介多吧？是，应该是无济。因为其实咱的好朋友足济，相杀打足济，是，好用30球啦吼。 36球啦吼，是不哩啊省啦。是，等于是前3局用29粒球啊吼。哎，诶，有跳吼，对啦，29粒球。是错，无错啦，规张好好。所以用球数真干性。即马4番就是伫第2局一起来就共产党的选手吼。是。哇，这实在是有够神的啊！你这速度拢拢唔对，拢无咱看啊你。啊，出来就是唔对的速度。出来拢唔对。出来无定是切到迄个保守回传哦，保投手的球。哦，这条是好球，有影哦。这变做是保守的快乐情。投手的痛苦症。后影今听到这个因场内，因的迄个罐头声音较少啊。昨有因的罐头声音有响鸣安尼，讲内底亲像乒球安尼足差的。啊，即阵一个安排有指示可能还较紧淡薄，是不是？啊，这个变化球是掉无对吼。球数已满。啊，面对的是这个因的4番，头拄伫第2局一支安打。来，正面对决。弯球数，因的刘恒俊，看当三振无？我这球向攻出去，投后2垒传向1垒，无问题，无问题，刺杀出去。
这个被刺杀的是呢，这个保手因的4番刘宪俊。韩国姓刘的嘛真多。是。刘丁的刘啦，哈。刘丁的刘，嘿。即阵来姓金的，佫是一个大姓。大姓。秉俊，金秉俊因的5番，今日这个伫第2局嘛是有一支一垒安打。秉俊啊，台湾较早嘛做者叫做秉俊啊。来，小岛来，赶快来到小岛传用，一垒无问题。咱的民数啊，伊是180几公分的啦吼，所以骹打甲真出去。这一垒手吼，身材就是爱高强大汉啦。有影。吼，目标大啦，骹长手长啦。有影。我会使较早接到队友，吼，顺着队友传来球啊。是。有当就是差这个0.01秒啊。有影。过来是轮到因的6番。即阵用球数有影干性的干性，34粒球、35粒球，先摕到一个好球。面对的是呢林敬成、林忠成啦吼。姓林的对啊。这种苏巴达的方式，咱伫台湾讲这样，这个都忘剑客。忘剑客，三步走到黑白输就对啊。其实这个应该是卡姆啊，我这个应该是卡姆啦吼，就是讲敲球啦吼，克姆吼，去掘到汉字啊，掘到汉字，good 呢，解决起来。这个是一个歹球，一个慢的，就搁配一个紧的吼，快慢之间做一个变化吼。是，咱讲这个速差啦吼，速度会差，产生这个速差。是啦，无问题。这是陈木兴伫咧第4局，佮制作一个3上3落，无互对方得到任何分数。台湾队6比0赢胜。3、2、1，进广告，谢谢。哇，有影欢喜，有影欢喜，4局啊！咱今日速度算袂歹哦。是啦。昨我暗时6点半的时阵看迄场比赛，看到想要困去。你3上3落。3上3落速度本来就紧啊，节奏就紧啊。有影。你同惊就是讲哇，一直保送换投，对，这速度就慢啊，暂停 time 吼。是。所以咱即阵的6比0赢胜吼，不如果咱嘛是爱顺球突破啦吼。头拄啊，咱看到陈木兴其实真好的这个表现吼，伫咧这场比赛。叫人讲3支安打。我感觉我无会想贪，我想讲看7局下半咱有法度赢10分无。因为你要去做生日嘛。去甲朋友庆生啦。庆生一下，嘛庆祝咱今赢球安尼啦吼。是。有影。反因的这个投手也是第3场的投手，拍正名，毋是拍倒名，拍正名来。投手，因为第3场起来，就是咱也袂注意手里有任何表现啦吼。第4局后半局，咱其实来顺球一个好的开始。而且第3轮投手起来就是敢若一个hit by pitch 了，了就已经连续7个出局数啊。连续解决7个人。7个人吼，咱来突破。是。即马轮到咱的1番，轮到1番啊啦吼。第3轮啊。阮继续倒来到台韩之战，目前台湾也是6比0赢胜，进入到第4局后半局。头拄仔咱才咧讲吼，即个因换起来第3任投手除了迄个 hit by pitch， 互咱得1分了后，已经解决7人。所以咱陈浩运来顺球突破，先来看即个告咯，2垒传向1垒，哇，也是无法度，是一个刺杀。这咱之前有讲过啦吼，等因投手回稳了吼，咱有影就变较歹拍。咱骹手歹出安尼吼。什么叫做歹拍？歹拍，网啊顶嘴皮。歹拍，咱透过讲球嘛来学咱的俗言语安尼。是。即阵轮到是咱的2番，即个2番的咱的潘俊武，指定打击嘛吼。是。今日伊嘛是有一个1分的打点嘛，hit by pitch。但是，即个第1个打出的是去用
三振，好嘛，顺球今仔日有一个好的突破咧。先想办法上垒啦，有影有影，棒球就是安尼啦，你也无上垒，啥物拢免讲啦。啥物拢脑术安尼。就无啥物战术嘛，无通失点啦。是。不是讲咱今仔看到即个7、8番吼，今仔伊迄两个虽然去互接杀，但是讲了算袂歹吼。其实咱也阁讲会出去。所以即个潘俊武啊，吼，咱的2番嘛是爱寻求一个好的表现。咱是拢讲会着伊的球啦，吼。目前敢若目前是有2个三振啦，吼。是。大部分是拢啊望会着啦。有影。先甲破坏掉去。球速无变，两粒好球，两粒歹球。咱潘俊武面对因的朴正明、纪念品，纪念品，观众啊，是。哇！但是这个过去，三振哈。啊，这是归空啦哈。这是今仔日朴正明啊投出来第3场 K。或者伊的变速球哈，伊的算伊的武器，伊的 change up 是。过轮到咱的台湾队长 Captain 台湾陈敏树，陈敏树今仔日咧是一个4粒死球，啊4粒歹球哈，补上，还佫去用刺杀，啊所以目前还无安打哈，今仔无安打。咱遐咧顺球头前3番，其实目前为止咱嘛敢若4支安打啦，所以面对其实韩国嘛是无好拍啦吼。而且咱的4支安打拢是第一局，对，第一局是即个第一任、第1任、第2任，金钟文2个音拢足小我的，好，但是即阵咧连续3粒歹球 ，nice ball，nice ball， 来算来算，经了好，经了好，来。敬一粒吧，敬一粒，上垒，上垒，免硬拍啦，拍无一定安打。但这粒球是一个好球。球里顶是咱的3番陈敏树。好，这个等着一个补杀。总算有法度吼，无咱已经吼连续搞我9个安尼吼。对。所以敏树啊，本底是互伊刺杀起来啊，但是即阵咱会当打起垒包，啊，算是一个也袂歹好结果啦吼。即阵轮到是咱的高玉伟，高伟今日伫咱第1局，啊，一支安打的这个表现。伊就是拍出咱台湾队今仔日第1支安打，就是拍是高玉伟。继续啦吼，垒包头顶吼，咱的3、4、5番，即阵是咱的中心打线吼，快当每一棒拢甲团联起来无？投手先摕到一粒好球。高玉伟算第2件吼，第2件加即个投手吼来对决啦吼。是，不过即个偏低的球吼，伊甲弱拍，2粒好球，2个人出局，伫第4局后半局，台湾队的一垒咱也是陈敏树靠着4粒歹球补上。即马毋知有头垒的战术落去无？咱看卖咧，啊。无走，到第3，无到第3，佮一个 hit by pitch 无，这要切到3嘛算算对啊吼，hit by pitch， 哦，踩点嘛啦吼，啊伊就闪嘛啦，目前投手球数领先，哦伊用球数嘛来到32球吼，甲陈柏兴要差不多，啊这球先攻出去，哇先打2垒。啊，伊尾啊，啦哈，无应该无打到垒包啦，无打到垒包，团用一垒刺杀，所以咱
伫咧第4局后半局嘛无得到任何分数，6比2领先。伫第4局后半局咧，咱靠一个补上吼，去个一垒吼，但是这高玉伟后尾啊，放出去甲这个二垒和小道之间，这个球去互解决，反向一垒吼刺杀，所以咱无得到任何分数。所以嘛，继续邀请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搁看这场比赛。目前咱也是4比0，6比0， 6比0，6比0。目前咱线顶的朋友300几位哦。有人讲台韩野球之战学台语，有影。哎呦！继续要来投球的也是咱的陈木雄，伊对韩国咱可能要互伊设定一个用球数啊，甲局数吼，看伊当食偌久安尼。好，有影吼，所以咱期待陈木雄啦吼，伫咧这场比赛吼，真正有真好的这表现。欢迎继续回来到咱的这个台韩之战亚洲棒球锦标赛台韩之战的这个现场比赛已经来到这个第5局的顶半局。先来看吼，这个韩国一球吼，伫咧陈木雄手里成功一个一个foul ball，界外球吼，这个因为7番啦吼，吴思定，吴思定今日头一个面对伊是一个接杀，这个应该是一个。一垒手家己来，一垒手陈敏树啊，无问题，拉垒包，哦，无问题。骹长手长，哦，这小可落去吼，是，小可落去去扣，哦，伊球甲动落来啦吼，小可落去一垒手紧嘞，紧打起来吼。哦，当然投手往后来保卫啦。是。好，你刚才伊有动落来啦吼，无这球若是冲出去，就是一支安打。目前轮到是。这个韩国队因的8番郑宪宗，目前来到第5局啦吼，咱真正看到这个用球数真正真干性的陈木雄，其实投了拢袂歹。球同款，吼是一个跑步，拢是共一个方向，所以去陈敏树的方向。一垒手真无用，家己当啊笑。讲我都也歇无够咧，你球到位才来。是。面对的是因的8番。咱讲到这个韩国队吼有18名吼韩国这棒球的这选手嘛有大学嘛有高中吼，这高中。这个新秀啦，做一个看成，拢来遮拖经验啦。有影。咱嘛讲到今日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啦，会当决定讲咱这个超级循环赛，这个赛制安怎来进行。这球攻出去，推向2垒，传向1垒，无问题，佮交互敏树。这种球拢互敏树就对啊。慢慢是一个刺杀，2人出局。对这少年选手来讲哦，有当比赛就是上好的训练啦。有影。所以咱唔当定下咧讲，有当讲以赛代训啦。以用比赛来代替训练啦。是。这进步会较紧。有影。阮陈木雄。面对因的这9番，本来先甲你压坏。而且你也讲这个少年选手吼，伫国内比赛跟国际比赛，迄感觉嘛完全无共。经验上吼，迄个和国际直接是完全无共款的。本来佫要甲你压出来，甲你比出来。压摊位这假的尔啦。假啦吼。你2出局啊，哪有可能真正去点？对。
这个两出脚啊点就是头点啦，头点哦，靠骹顶。骹顶，哦，应该有出腿啊，出力啊哈。竟然无出，这个心双手一比啦，无出力，表示腿啊无害出力。是。目前球数咧2粒歹球，一个好球，面对的是高欢、桂东豪。哦，这个较悬哦，3粒歹球。今仔日淡薄兄弟第一局、第二局拢有投出4粒歹球无送。是。第3局算第4局稳落来吼。好球。对喂，好，这个满球数哈，这个攻击日本队帮后壁盖活，这该对决啦哈。是，这把满球数该对决啦，无必要搁甲补上。嗯，尤其佫是同尾番的吼，你甲补上爱面对第一番。所以，这球先来看到，伫咧左外野应该是无问题。接杀出局，伫第5局顶半局，同款是一个3上3落，无互韩国队得到任何分数。水啦，无形也是真赞，你看第4局、第5局，同款是一个3上3落，连续2局安尼哦。所以这场比赛投完5局，向攻3支安打，但是可能会做一个投手的替换无？应该嘛是有可能，吼。是，看教练团怎安排。是，咱这个目前的这个比分就是咱第1局摕到的这6分吼，咱嘛4支安打，其实咱嘛是咧寻求一个突破，就是这第3名的这投手朴正明吼，咱伫咧伊的手里敢若有一届是4粒歹球补上去的，就是咱的这个面数，但是其他的这个打者也无这个上垒过。所以咱使讲，咱自这第2局以后就无半支安打啦。是。所以咱好好来调整一下，同款因的投手也是，因的这个5号朴正明选手，咱山顶的好朋友，目前嘛是有300多人伫咧现场，有人讲，为啥不讲客家话？我係要講客話哦。客家就爱看你啊！你这客家咩做得咯？客家应该是爱客语台。17啊！客家你会晓来关注面。萨利卡干嘛？布隆，你好。好，你好，萨利卡干嘛？布隆，大家好，大家好。有人讲咱是岛语的频道啦，吼，咱会当用无共款的国家语言。讲是阿密斯的。阿密斯爆炸。哎。好，即阵先来看到这机出击的机会无？出击啊！这个转垒打哦，这个打无。是，这是2垒的这个安打高有位。哎，用进入哦，应该是5番吼，用进入吧？哦，我看的这纪录表应该是，我本身有做记录，应该是用进入对哈，用进入对，这是用进入的。哇，咱头头在讲山尔，就一支2垒安打，险就是会当出现。这个系列赛内底头一支全垒打，对，讲伫墙啊顶头啦。哎，这阵可能是要换大炮是无？都行去你2垒。可能甲伊的迄个打击的护具摕好，嘿，摕好这个指导一个教练。这阵应该是李一伟。6番了哈，哎，好，咱攻势再起啦吼！面对第3任的投手，投拄啦，咱突破这个10个人数内底吼，会当阁讲一支安打，而且是咱这场比赛长打。来，过来积分搁甲摕落来吼。是。真久无得分啊啦。啊，即阵这个6番的李一伟，搁那举摊怀。真正有点呢！哇，这个是一个成功的推进。我是坦白讲，我个人较无赞成啦。伊这教练团的战术主要是要来抢这第7分啦。但是伊要抢第7分，伊要形成一出局3垒有人的这个局面啦。但是
我感觉已经领先6分啊，你敢有必要发保守？你就是、你就是算好要推进，你就算要推进，你嘛无一定爱用点的啊。是，你只要讲你拍去正手边嘛，我都推进。吼、甚至于讲你有可能就拍安打，这个分数就倒来啊。我个人较无赞成啦吼。是，这嘛互教练团参考啦吼，尤其你一位嘛是有这个长打的机会伫咧。哦，尤其我感觉讲已经领先6分啊，敢有必要作保守，为着要摕到这个第7分来做这个战术啦。是，啊，这阵轮到是咱7番林武力。因为伫现代棒球的观念吼，上重要就是出局数。你也用这个出局数来换一块垒包，其实大部分讲是袂好啦。是，因为你牺牲一个人啊，塞一块垒包为2垒到3垒，或者只是讲1垒到2垒。我是讲伊这6分差啦，敢有必要啦？是，咱大家用来思考一下吼。线顶的朋友嘛，当甲咱这个讲一下。这互大家做参考啦。是，这个7番林武力咧面对因的这第3任的这个投手，进前的这个打击咧是一个接杀会当攻出去啦攻出去其实嘛是有机会会当得到分数。伫咧3垒这分一定爱回来。这个是一个伫咧本垒后壁的好了无？老布。面对这个第3任投手，这阵球数投手领先。你也讲目前是双方拍白手，还是讲领先分数真少1分差2分差，我感觉用这战术我就有赞成啦。是是，即摆是6分差呢。这球好你加在，这个先掉头啦满球数。同样咱拼这个7局，但是我感觉讲你也要用这个出局数去换分数，你要伫7局摕到10分，我感觉有一定的难度啦。较学啦这球等到一个补上，这是林武力。所以咱嘛看到讲这个小连刷2垒安打了后，一个牺牲打杀去3垒，这是一个补上啦即马3垒有啦这嘛表示讲咱对这个选手嘛是讲一轮啦嘛是会当找到家己好的球路来好好发挥。这个空气的这个部分嘛是算不哩啊水啦这叫做照看的角度啦，照我来看，照我来看的角度啦有影。所以这阵咧第5局咱的攻势再起哎呦，因的教练团搁起来，可能有做一寡人员的这个调度。同款，因的投手教练如果提球咯，可能是要换第4任的投手咯。因的这个第5任的这个投手咧，其实进前几局咧，拢是互咱3上3落，不如个咧伫咧第2局第5局起来，先互咱的这个杨振如讲一句，这应该是过来，这目前这个应该是第3任的吧？第4任，第4任第4任。这边换起来是第4任。第4任是。这个第1任第2任拢姓金嘛迄个名拢足成的。第3任就是这个。这个柏中，即摆应该是第4个吧？这是第4个嘛？对，是因的这个39号。我想讲，我记到记唔到，我会记这第4个。第4个。这咱若看棒球，我都哪看哪做激动你会加做专心的啦。是。你逐个 play 你就袂去甲闹交去，甲放掉。这倒投是。39号。倒投咱过去咱台湾这个气势就是讲这买手啊。是就是倒手乖啊啦。倒手乖啊啦。所以面对咧，今日对韩国队啦咱已经互因换4任投手算是有咱的这个水准伫啦尤其伫咧第5局，咱嘛当做一个突破。
好，伫第一局摕到6分了后，咱嘛顺球搁有分数入来。啊，即阵一个人出局尔，1、3垒有人啦。这个3垒是2垒安打杨进如，林武力呢是保送，徛起1垒。即阵轮到是咱的这8番吴尚芬，好手是。吴尚芬今仔就是咱讲到，甲佮透开迄个2分呢，是1垒安打。即阵共款有制作打点的机会。先换起来第4任投手，第1粒是买球。哦，佮看向咱的这教练家，看什么战术的应用无？即马一垒有人吼，咱嘛是爱防止讲向相杀。是，因为你也制造相杀，你3分迄个倒嘛无效。这个投手先牵制1垒。因为是倒投啦吼，是，伊看会到1垒的走者。这球也是较悬的买球。目前呢，这个一个人出局，1、3垒有人啊，吴尚芬的打击，过来继续把分数拍落来，也是偏悬。是。这个目前呢，换起来这个投手已经连3粒买球。应该等一下。是。无一定爱硬拍啦吼。呀。有影个等一粒，但是这粒互伊等着咯，是一个保送。完队吼。伫咧第5局的后半局咧，台湾队有一个满垒的局面，这是一个制造真好的大局的机会啦吼。即阵要轮到的是高发，蔡地如。蔡地如咧，今仔日嘛是伫咧第一个打席是4粒买球保送，接一张 K。所以即阵满垒局面内底，会当顺球伊今仔日第1支安打，球讲较远咧吼，是讲去外野，外野就有机会啦，嘿，咱就有机会摕分啦。是，内野有可能会形成相杀吼，相杀，爱尽量避免，尽量避免。2垒是今仔日2垒安打杨进如，2个保送林武力、吴尚芬，即阵咱看到双兵画面一个对决。蔡地如，一个界外球foul ball，尽量讲悬吼，讲远啦吼。你敢若悬无效哦，你也伤凊嘛是分数嘛无一定摕到。对，亲像咱的杨进如安尼，讲过迄边的方向安尼。主要球讲远就有机会啊啦吼。讲远吼，同好就是第1志愿就是安打，是。第2志愿接到咱嘛是还佫有法度摕到1分。第5局后半局，咱看到韩国队在做调整。使讲打击的基本功啦吼。伫即个无人出局、一人出局、3垒有人的时阵，你要想办法吼，你的打击的策略啦吼，咱讲你的策略，你要家己足清楚的。是。安怎帮助球队啦吼，把分数降转来。摕到分数。这个球是一个好球。哇，这虽然保守接无到，但是是好球吼。这时阵保守过来和投手 communicate 沟通一遍。面对满垒的这个局面吼，可能头拄啊这个保守接无到，可能沟通之间有可能按无看唔到，伊讲配合了无好啦吼。是。因为垒上有人吼，特别二垒有人，伊暗号会变化啦。是。伊会甲一般的无共啊。比如咱拢讲垒上无人，咱讲1就是快速球，2就是卡步，就是翘球。
3一般咱来讲 slide 骨球，4可能就变速球，但是你对上有人吼，伊就会个调整一会变化啦吼。因为二垒看会到嘛，看会到嘿。咱交换蔡地如，目前虽然球速落后，也是有机会掌握一个。这球爱说你，这哎唔通换啦。伊是要甲破，伊是要甲破坏掉要甲拉掉啦，吼。但是无拉去，拉入去内面咧，有可能会被相杀的。是，所以讲出话语爱深哦。我都球讲远就好啊。对对对，哦，咱讲的第一志愿安打，第二志愿接杀嘛不要紧吼。嘛，我都各位牺牲打。是。但是即摆爱注意啦，因为两粒好球无歹球吼，伊也有吊球的空间咯。是。哎，这球较内角，好加在安排无扣，主审无扣吼。所以这球射入去打这内角吼。但是这意思有够啦，意思有够伊即摆有3粒歹球的空间的啊。是。哦。这也考验蔡地如啦吼。这当然因为打者是正拍啦，伊希望吼，伊希望前内角甲讲起这个秀杀吼，这右脚手、三垒手要来形成相杀的几率会较悬。这是一粒歹球，荷花选球，这粒真关键吼，再来这粒真关键。因为这粒投手吼，伊无啥可能会去投歹球啦。伊的投歹球吼，伊是这个满球数吼，伊会继续歹投的。是。所以这嘛是咱掌握一个好机会啦吼。蔡地如，这个投手应该甲你对决啦。哎。哇，真正诶！同款是迄个位吼，调掉啦吼。是，这是蔡地如今仔日第2场 K， 去用三振2解，顶回去第3任投手三振这回是因的第4任投手。咱即阵也是一个满垒的局面，第5局的后半局，即阵轮到是咱的一番陈浩稳。陈浩稳其实嘛咧寻求。今日个人的这个安打啦吼，加油一个！目前咱5支安打啦吼。是。这局看有法度来第2支安打吼，第2支安打。陈浩稳这个就真重要哦。上好吼，上好是法度讲一支清垒的安打无？是。昨嘛有清垒的表现哦。这个垒包3的打者吼，拢甲清倒啊。是。甲扫倒啊，扫倒就摕到3分啊。有影。咱三垒的是今仔讲2垒安打的杨振如，过来是林武力，5上分是靠补上去的。上好看有法度这个出去墙啊外口吼，满贯满贯炮。Grand Slam 啊，Grand Slam 呢 ，Slam 一个。满垒的全打。hit by pitch， 佫是1分的打点。今日陈浩稳嘛是2分的打点啦，拢是 hit by pitch。这嘛是表示讲这个比赛这个强度啦，对于韩国队来讲也是无法度适应，但是咱看到陈浩稳这阵淡薄痛苦防护人员嘛赶紧来，甲做一下处理。目前咱是7-0的领先。拄到伊的骹腿大，对。迄个所在足疼。哎呦！所以这是因的这个第4任的投手啦吼。这个换起来了后，嘛是补上虽然有一场 K， 但是这个 hit by pitch， 互咱阁得到1分。这阵轮到的是潘俊武。潘俊武咧，今仔日嘛是 hit by pitch， 有1分的这个打点，但是是2场 K 啦吼，所以这球，咱让顺球一下。Grand Slam 换伊做，第1粒球是一粒好球。
咱讲昨潘俊武是一支长大的表现，看会当发现伫即阵无？潘俊武咧，满垒局面，一个好球，一个歹球。还有一个安排无球，是2粒歹球，一个好球。所以这个打架球速领先的之下咧，对满垒局面，头拄还佫一个 hit by pitch， 这个投手，嘛是真紧张啦吼。所以是潘俊武一个机会，也是偏啊悬。来，佮算一粒吼，佮算一粒，嘛是佮有打点哦。是，而且哦，而且是真正的一分哦。对，佮礼拜吼，嘿佮礼拜，佮礼拜。3粒歹球，一个好球，潘俊武满垒局面，面对的是韩国有介意嘛是会使攻击啦。哎，哦，你若讲有正经有介意嘛是会使选择攻击啊。是，所以这个满球数的这个局面之下咧，对于潘俊武，还有这个韩国对第4任投手来讲，我甲观众朋友解说一下吼。嗯，即马2出局，满垒球数已满，吼，这是叫做 Merry Go Round， 球投出去，开始走啊！走啊！看这球，走啊！哇，是哦，这左外野手接到，不是过来咱今日看到讲，一个第5局后半局，一个 hit by pitch， 咱个得到1分，7比0领先。抓得来 Vicky 的，耶！耶！哇！你敢知影万华旧名叫艋舺？头家，再来一杯。恭喜台记台阿文报道，趣味的赖大图，斗阵讲台语，阿文头一摆，图实在有够强，趣味的生活用语，做伙练台文，台记台活泼的赖大图，等你来买哦。
换转来到咱第六局的这个顶半局吼，咱已经换到手换咱的这个碧如吼，33号来自合作金库吼。今日咱嘛讲到陈木兴真正是完成一个真好的这个表现吼。伫咧台湾5局吼，先退场来休困吼，目前伊是向到吼共3支安打，真好的这个表现，嘛无互这个韩国队摕到任何的这个分数。台湾队咧目前是7-0领先。面对这个第六局，顶半局起来先摕到一个出局数，目前面对这个第2个打者，赶快是这个界外球。咱差不多当做讲这个5局结束的整理场地啦，有可能是因为落雨的关系啦，哈。是，赶紧甲伊拍好完安尼。是，这球先过了，这个投手家己处理，传向一垒陈敏树解决起来无问题，第2个出局数。所以第六局，这个真紧啊，用5球就解决2个打者。2出局啊，哈。是。咱会使讲自这个第3局以后吼，拢是3上3落啦。是。当然第3局是一个相杀啦。算讲变相的嘿。所以咱的这个内容来讲，拢是袂歹吼。轮到是的3番李泰勇。目前球数，来先来看这球传，这个速度传向一垒，应该是陈敏树无问题，球交互敏树就对啊。哇，这局真紧吼，这个换起投手，3上3落，7-0台湾领先。这个速度有紧，老师你会当去甲人庆祝生日啦。所以这个换起来黄品如来自合作金库，是咱今日第2任。我是较希望，我都甲因考倒啦。咱等下有机会，这局是嘛是15分哈。我记咱第7局10分。7局10分啦，系啦。但是我感觉讲头拄仔迄种战术吼，要7局10分，我感觉有一仔困难啦。咱来呼吁咱的总教练。佮其他教练一个，你看顶半局一个真好的机会，较摕到1分尔。是啊。好，咱过来甲山顶的好朋友见面一下。山顶的好朋友即阵是愈来愈侪人吼。咱讲有人讲合库真密咱今仔日嘛有一只名牛啦吼。Oryx 这个陈木兴。台湾拢真密。台湾上约。是。咱毋是拢派业余的吗？咱有业余的选手，嘛有来自国外的选手。主要投手啦，投手咱有6个啦吼，有3名是国内职业棒球，3名是里外有2个日本，一个美国。美国就是林信文长。继续透过公司台语台和华视双声道台语的部分来好好看这场比赛台韩之战已经来到第6局的这个后半局。台湾队呢，目前是咱的这个3番 Captain Taiwan 陈敏树要来做攻击。面对的是呢这个第4任的投手，这球脚卡，咱脚了伤悬啦吼，这应该速度来，右脚手接杀，这陈敏树。这第2球做攻击，球杆伤悬，交去个右脚手的头壳顶啊。是。这叫做见悬无见远啦哈。只有关多这阵要轮到的是高玉伟。咱那个观众朋友预告一下，这场咱也顺利摕下胜利吼。咱伫即个拜5今仔是拜2嘛，对。咱伫拜5就是9月26 6点半，无意外咱会对着即个日本一个大日
大战。是。对吧？先来看这球哈，这个二垒传用一垒，甲高有位刺杀伫咧一垒。有影讲到大日大战哈，咱马上来关心另外一场 A 组的比赛，吼，17-2对上的是巴基斯坦，啊，这个应该嘛是第五局下半局啊吼。这日本是大赢啊，所以咱今日这个对阵组合就差不多要完成。是啊，我较希望就是讲，咱伫这拜五暗对日本吼，嗯，拜六吼，甲大家预告一个，拜六的中昼12点半吼，咱要对中国吼，吼，咱要对中国吼，这就是赢愈多愈好吼，是，这个咱吼，看有法度安那甲好啊，甲垫一下吼，垫啊金丝丝吼，吼，这分数绝对无咧嫌少的吼。啊，目前来到第六局的这个第三个人数了哈，望甲这个第四任的投手，哦，因为老师讲第七局嘛哈，第七局10分，我感有机会，有难度啦，坦白讲啦吼，我感我家己安尼看，认为有难度啦。因为老师观察这个战术的运用也好啦，是，也是咱较少拍。有当时啊，因为我感觉你这局有可能无摕到分数嘛。是。你这局也无摕到分数，你伫7局到法度摕到3分，我真怀疑啦。哦。这个甲破坏掉的2粒好球以后，所以这今仔日有可能嘛是爱拍到这个9局。9局啦吼。是。啊，当然咱是后讲的啦，所以咱啊。9局上半，咱啊领先，咱就9局下半，咱就免进攻啊，比赛就来结束啊。不前投手球速领先，也是甲破坏掉伊。哦，咱这杨振宇，哦，杨振宇今仔日是有2支真好的打击哦，2支2垒安打哦。2支2垒安打哈，今仔日的就是哈，咱讲的今仔日的状况真好啦哈。有影。确实袂歹，对啦，这个是冲出去的，吼，这个一垒安打，哦，莫袂记咧，伫咧迄个2垒安打是险是全垒打呢吼。对，今仔4支3啦4-3吼。有影，咱第6局啊，靠着杨振宇这支一垒安打，讲了有影真好。这也是咱团队的第6支安打。是。其实咱即马分数吼，虽然讲优正开吼，是，但是咱坦白讲啦吼，这内面有足侪分数是对方送互咱，毋是咱家拍倒啊。是，哦，这必须爱嘛是爱讲，因为有可能伫决赛的时阵佮登场。先来看这球，已经佮冲出去，这个速度和3垒之间。哦，这是第7支啊，第7支啊。哦，这个头段李一伟啦，迄个牺牲带伊即阵被解雇，解雇自身。所以2支安打连续出现，这阵来到林武力了吼。是。因为我是咧讲，因为咱有可能伫即个决赛吼，嘛有可能会搁对韩国，嘛有可能啦吼。当然这咱是较嘛真歹讲啦吼，咱是尽量卖的啦。对。哦，尽量就是讲咱顺利啦吼。就直接挑战冠军一关啦吼。对。就面对。其实每一阵拢是爱好好应战吼。虽然今仔日因这个伫咧第1局的时阵吼是一个大乱流，但是咱讲真正伫咧第2局、第3局一直到这个第5局，咱佫才得到另外1分。是。所以这局若是甲拍起来，稳定者吼。林武力面对因的第4任投手。2粒球，赶快是一粒乌土接土的，3粒球咯。咱讲这个国汉级啦。国汉级，嘿。目前咧球数吼，打者完全领先。有可能会搁等一粒啦，吼。有可能等一粒吼。等一粒嘛是会拄。因为等一粒，就是伊到变讲会支起到2-3垒嘛，吼，满垒嘛，得分位置等于加一个啦。这是一个好球射入去，较内角。
是这个来个补上，今仔日5双分嘛是讲了袂歹哦。哦，今仔日已经选到2个4-6摆球啊。是。无林武玲呢？哦，这是林武玲。是，我若讲伊补上去就是哇，但是这个率真大力。哦，你讲挽救手。你讲啊，补上了就轮到5双分就是，咱的 Lucky Star。啊，挽救手的局面，林武力，哦，当然也是这球好好的应战。来，对上的走者，走了，走了。哦，安打，低分了，低分了，紧嘞，哇，传了真紧哦。来 ，save，哦，这个搏团，哦，这个探团呢，哦，1、2垒走向2、3垒。哎呦，这阵咱用8比0的领先。面对这个挽救手的这个局面吼，其实讲了真好。对，哎，你挽救手啊，搁2出局，所以一开始就走啊。拢走啊啦吼，一开始就走啊。哦，但是咱看伊的这个回团，其实本地就是哦，这个咱呐，哦走了有较慢一丝啊。但是伊这球传了无好势。对啦，系啦。哦，看来这球 replay， 啊，林武力这球真正是。传了偏去哈，传了偏去了吼，就是有另外一个卡多了，传了偏去。哦，林武力这支就是真正有价值的安打。哦，咱连续3支安打咧，送咱1分。又看到韩国队的教练行去咱的这个球场。哎，这个探团头拄讲安打，即马嘛打上2垒啊。是，这林武力是第2垒，啊，第3垒是咱的李玉伟。目前咧，咱是这个8分的领先，啊，赶快讲换投手，因的牛条，今真正真无用啦。是，这是因的第5任投手啊。即马你看起来个有希望的哦。是。啊。哎。差2分。差2分。哎。啊，咱讲分数无咧嫌少啦吼。当然啦。是。啊，咱今日8支安打，8支啊8分。啊，咱今日讲到这局真正是实的，摕到实的分数。啊，咱讲到3支安打的这个串联。啊，目前换起来是因的这个第5任的这个投手啊啦吼。第5任投手是姓吴。今仔较难得的分数吼，咱分数拢是2出局以后摕到。啊，咱目前分数拢是2出局以后摕到的。老实讲，2出局了后，才是棒球的开始。只要卖第3出局吼，得分的期望达，吼是无限的啦。是。照着老师的金嘴，吼，这个5双分。赶快有打点的机会，2、3垒有人啦。是。那个分数个球开，这是一个摆球。这啊2分去卡倒来吼。是。啊，后一局搁收掉的，咱就会使吼。对当好啊，马仔应对香港队，先休困一下哈。连续换起来这投手嘛，也咧顺球伊的 strike zone， 连续2粒摆球。哦，这2分啊，搁啊卡倒来吼。这个。这个真好势啦吼。是。赶快找无到伊的 strike zone， 3粒摆球。啊，这阵咱的打者是5双分，今仔日吼，就是老师讲的，偷开这个角。有可能会搁等啦，哈。有可能会搁等一下。这个是一个好球入来。好，过来其实用攻击，我讲用攻击啦吼，因为后一发的状况无讲介好啦。是。这蔡地如嘿，今仔的状况也无介好。其实也有好球嘛，吼，出击较积极的。哇，这球等到一个嘛是搁补上吼。哦，今仔日5双分呢，去互补上2届。哦，如果是一个满垒的局面，吼，蔡地如今仔要互你表现，还是讲教练团来做另外一寡这个运用？嘛可能会代打啦，代打啦吼。嘛可能代打。先来看，即摆是代炮，是。
即摆一垒是带走，嘿，一垒是换这个39号啊，毋得吴尚芬，吴尚芬我也去无啦，伊无保守呢，安尼无嘿，保守应该是无啊。是77。 77， 77是咱单底有单底有换起来，昨嘛是真好的表现，对就是换起来降2分啦吼。即阵这个个甲换起来，单底有就是换蔡地武，蔡地如，嘿，差啲有。第一球顺球出手，啊嘛有力啦吼，是因为倒拍嘛，留换一名倒拍来对付正斗。有影。单底有是这个合作金库，看我刀吼，看我刀来分数扭起来来吼。就攻出去。伫个foul ball的距离应该无机会出去咯，放脚头，放细个倒边。好加载，好加载哈。这个单底武，这叫foul ball，其实嘛真积极的出腿啊吼。当然啦，因为即马满垒嘛，满垒啦吼。单底武也是少年哦，21岁，过去也是咱平顶高中。这单底有咱古早，咱伫公司台语台转播，咱就捌报着伊的球赛啊。查棍仔组的，查队仔组，查队仔组。哇，这球紧嘞，好了无？好加载吼。头拄迄个角度看起来，你咸慢慢看起来，哪像是盖来咧？险险安尼吼。这个满垒局面，单底武是大打啦吼，看会当甲长共款无？大打吼，建功。这球啊，卡起吼，我都摕到2分以上吼，咱今仔日的比赛应该我都伫9点下班啦。咱就要来食韩国式的火锅来庆祝。这球较外角，安排也无球，两粒好球，一粒歹球。面对的是高反换起来是单底武，这是因的第5任的投手。把握一个机会，单底武，哇！但是去用三振，不如过来咱个这个半局来咱靠到咱的这个安大串联得到1分，8比0领先。哇！这是另外一个满垒的战垒啦，是较可惜淡薄啊。但是即阵咱8分啦吼，咱嘛看到咱的笑面，8分8支安打，安打有串联的，就是伫咧这局啦吼，其实伫咧第1局，其实较这个大局就是伫咧第1局三胜，嘛互韩国队这个换第5任的这个投手，咱即阵看是毋是咱的教练团会搁换第3任的投手，头拄啊换起来。是咱的黄碧如，黄碧如是来自合作金库。哎呦，真正换起来是咱的张俊伟，同款是国宝家乡，含咱这个今仔日的先发投手陈木兴是这个同学啦吼。是。因迄回是木棒联赛，张俊伟是先发的投手。closer 和木兴，今日颠倒过来。等张俊武咧要来做 closer， 伊即马伫即个福光啦吼，两体营，两体营，两体银行，两体银行啦吼，是。福库卡，哦。欢迎继续登来到大韩之战，咱的亚洲棒球锦标赛，这场大韩之战非常重要一战吼。咱这阵8比0领先，这阵呢，咱的这个投手部分嘛做一寡替换，咱看到张俊武，咱讲伊是福库卡，这个两体银行应对，这阵嘛是真好的表现。咱头拄嘛讲到国宝家乡今仔日有这2名投手，拢是这个共班的，包括林胜文应该是合长，林胜文较先摆啦哈，先摆应该是加一届啦，加一届对。但是今仔看到2个同学伫木棒联赛内底，本地张俊武是做这个先发，这阵来做 closer， 咱第7局，咱会搁摕2分。咱嘛真希望吼，2名选手吼，
好啊拍拼吼。有一天吼，因两个拢伫即个太平洋联盟的吼，伫即个太平洋联盟来对决，你看又起来咯，像随送哦对方一张老 K 啦吼。水啦，这就是哦，为个气魄气势伫咧。扭起来，你看这安排啊，扭起来嘛真有气势，甲错掉，哎，用错甲错掉。所以咱看到哦，真正真好势，这是换起来，咱的第三任投手，搁要甲你来头点啊，头点一个考验，团向一垒，哇，这个水甲有影赞啦！甲你讲这走正哦，你甲你讲足侪简单看，唔通。哎呀，头部处理这种个都无效，不有咱嘛看到讲张俊伟的这处理能力真正有劲啊吼，随落投手帮，啊，咱嘛甲这个单兵数的配用真正好势，你看伊哇，卡寸甲呢，真正力啊吼。但是这头部处理的方式哦，咱讲这根本就袂绝对袂较紧的啦。哦，这咱之前全部咱已经讲过几啊件啦。实验有证实过啦。系啦系啦。秒数拢伫遐。因为你一垒免打洞啊，你一垒已经撞过啊。是。所以即阵真紧来到两个人出局。咱这张俊武吼是来自台东红桥，红桥国小吼，啊这个卑南国中。啊，伊到即个高中，较去到新北市的古堡家乡。是。好，共款是19岁年岁尔啦吼，真正真少年。张俊伟即阵球速落后。张俊伟这样呐回球人有影。伊同。紧的速度156公里，是啊，这是伫2当前的2023乌霸旗投出来吼，测出来156。可要甲你乱的啦，一个好球。想讲3粒摆球啊，甲你人的看会去等着保送袂？啊，好咱看吼，哦，这个球会走呢吼。回球篮继续。好球啦，稳球数，水。即嘛3粒歹球，连续2粒好球，歹拍变投手啊啦，哦，歹拍变打架，变打架啦，啊投手变好投啊啦，连续甲应付过啊。是，这三星面带真重，你注意甲看。来哦，三振一个，水啦，连续哦。咱看到讲3上3落，张俊伟一起来就展现伊的这个气势，回球篮的气势啊，这叫无互。韩国队得到任何分数，8比0胜。是哦。哦，阿明，我咧以前应该会使啦。会使，哦，你今日是这个卜卦是有准的哦，心准、超准，非常之准。哇，有影欢喜啦吼。8比0，搁2分。哦，咱就要来食韩国式的火锅，吼。咱嘛来看观众朋友要去食韩国火锅无？哦，台湾上肉。哦，有人甲咱说hello啦，主播球评你好。哦，500外人呢，头拄只。多谢大家捧场啦吼。现在继续来支持一下。是。咱讲这局是要搁拍破分数的一局哦。伫线顶吼，这是较是落来，因为无都看到画面啦。是。哦，画面主要是切开电视。哦。啊，这个 switch 到副声道是拍开这个花式频道，这嘛是一定听到阮的声。有影。啊，若要看阮的影，会当看网络，双屏拢有。哦，咱等下要烧酒去食韩国式火锅。我要来食鸡卵糕啦。要食鸡卵糕。有影，好庆祝，好拢是庆祝。水啦！哇，第7局哦，这个后半局一个起来。我拜托，我想要摕2分啦，2分跳的哦，应该是陈浩稳吧？哈，是浩稳，咱头拄有听到伊的声，哦，看到伊的影，即阵安打出来哦，无伊今仔是 hit by pitch 去用2届得2分，啊，这支安打啊代表开路先锋，
会实力无？陈浩稳是代表第9分，哦，即马即个潘俊武代表第10分。是。哎，好。哦，你看这个陈浩稳，为什么要排伫伊开路啦吼？卡停嘛紧啦吼。面对的是因第5任的这个投手，这个佫交出去，这个做外野，哇，去用接杀，这是潘俊武。哦，现场咧听加油，加油，加油！这有可能咱大桥啦。哎，你看福建足济，平淡遐，以后咱是一个咱大桥吼。大桥伫遐，伊基本上中国人伊较看无棒球啦。因捌棒球的较少。是。所以应该会去看球的是咱台湾人。这种话到民宿，这球出力了！这是一个2分啊！3分 home run 来自结束比赛结束。哇，这个11比0。10比0结束啊啦！所以这阵已经考到啊！这单边数这个 home run，sayonara home run， 这是咱讲吼，这个提早结束比赛一个制度吼，伫咧7局10分伫咧7局10分考到30外岁，咱的 Captain Taiwan 单边数，咱得到这2分，非常的无简单咱讲到好加载，是讲哇，有影吼！这完美的结局咧，完美的结局真完美是，所以咱好好来回顾这场比赛，头拄咱嘛看到讲单边数和咱的这个先发投手，这个目前相揽一个啊，这个真正是哇，这个sayonara home run， 这是来自单边数38岁的真正无简单的一个这个 home run 的这个打击，讲出去就差不多知影老师。有影，咱过来回顾一下上主要的就是咱单目前这个完整的。这个5局甲守好势，小连续咧，咱看到讲换起来黄碧如，还有这个伊的同学啦咱讲张俊伟，拢是做一个真好的这个 closer，所以咱伫第7局10分，尤其这个韩国队摕亚呢，所以真正再见的全垒打啦再见而且这个再见是10分，可到可到这甲这提前结束，是，这真无简单啊有影，这个单边数也是有老板的实力伫个嘛带领咱台湾队收到2连胜过一届讲到咱即阵伫咧 B 组这个比赛B 组的比赛，咱即阵是第1名的明仔咱要应对的是这个香港队无意外咱嘛是对啦，应该是拜五英男会登到日本，是拜六中台会登到中国，即摆咱这个 Captain Taiwan 咱这个台湾队长压力真大，台湾队长伫咧国际赛拢爱开服咱，拢迄个责任开掉咧是，所以咱讲到这个嘛是单边数一个真好的一个代表作希望延续这个气势，咱好好佮进入咱的超级循环赛要对上的可能就是日本，咱伫咧有影伫咧遮拜六的时阵咱嘛要甲定甲金丝是安尼，有影咱就好好过来讲到啦今仔日除了咱的3位投手伫咧第1局6分这嘛是真重要这个部分第1局的这个6分内底其实咱的是靠到因的投手的乱流啦，但是咱嘛4支安打啦，是。过来就是咱的这个第5局啦也是有得1分但是迄局就是咱咧讲的迄个战术的这个应用，牺牲打到底有必要无？尤其是6分的这个部分伫咧第6局咧，咱看到讲3支因为安打的这串联，但是嘛得到1分啦伫咧第7局真正是戏局是1局，所以咱看到讲即阵画面咧，咱的这个台湾队真正真欢喜尤其是 Captain Taiwan 即阵镜头找到伊啦，真正讲这个3番呢尤其过去嘛是有例外经验，过来就是伫咧业绩来发展，即阵带领这少年辈有真好的这个表现真正是无简单，所以咱今日咧都看到咱10比0赢到韩国，明仔咱要继续对上这个香港队啦伫咧后壁咱会当休困1天，过来去应对日本所以今仔日咱的这个转播服务咧，就要差不多进行到遮啦那么向咱嘛向观众朋友
来讲啊，恭喜台湾队得到这场的胜利啊！国际老师哦，要去食鸡蛋糕啊，咱要去食火锅。好，感谢所有乡亲好朋友的收看，咱恭喜大家含花式的服务就到这结束，咱马仔节目见面再会，拜拜。多谢，拜拜，再会。